Hello， 大家好，A 空好家園阿唐，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近期好多香港嘅老友記咧，年紀大咗就想要咧環境舒服消費低、空間大，都會選擇咧返廣東嘅大灣區養老啦入本地嘅老人院。原因就好簡單離香港係最近嘅，咁返港探親覆診就最方便，飲食、天氣、語言都係適應嘅。係香港咧回流咧養老最佳嘅首選地區啦，可以咁講。但係今日咧，我一定要講一個咧90%港人都唔知極之致命嘅內幕。大家咧揀老人院，即係頤養院啦習慣咧就睇呢一個裝修新唔新環境靚唔靚價錢平唔平但係你見到嘅新裝修、大空間、高端嘅配套咧，隨時係巨大嘅陷阱。內地好多嘅老人院根本咧就唔係真心做養老嘅生意，服務長者佢哋真正嘅目標咧就得兩樣：瘋狂套取政府養老嘅補貼，獵殺港遊退休嘅積蓄市面上咧大量咧貨不對版，衛生差、伙食差醫療擺設，仲有層層疊疊嘅理財騙局、臥底託套路。新聞咧早已經多次係曝光咗嘅，專門咧就蝦咧香港獨自在內地養老、心地善良、戒心低嘅香港長者。今日咧逐層拆解所有隱藏嘅套路、內幕嘅黑點，教大家咧如何100%咁樣避坑，保住自己幾十年嘅養老本。首先同大家揭開內地養老行業最核心嘅黑幕，補貼養老模式內地咧就為咗咧推動養老產業，每間合資格嘅老人院，政府咧都會俾咧巨額嘅床位補貼、運營補貼、改造補貼，所以咧催生咗一大批咧騙補貼式嘅養老院，老闆根本唔係靠月租賺錢，完全係靠政府嘅補貼盈利嘅。呢一類型嘅院舍咧有個最大嘅特點，外觀咧就極之高端，裝修豪華，廣告咧就打得超靚，專門咧係吸引外地嘅長者、唔識內地行情嘅港人入住嘅。只要咧你簽約入住咗咧，即刻就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全方位貨不對版。真實嘅內部嘅情況咧，全部都係有新聞案例佐證。第一個，伙食極度係偷工減料。廣告咧就話3餐個營養均衡啦，日日都係新鮮嘅肉菜，實際上咧日日都係清淡嘅齋菜啦、隔夜餸啦，油鹽極重，毫無營養，完全都係唔顧長者身體嘅健康。第二個咧，衞生嘅環境惡劣，公共嘅區域咧係表面乾淨，床位個床單係少更換嘅，廁所有異味啦，角落頭有積塵，好會滋生呢啲細菌啦，完全係唔符合咧養老院衞生嘅標準。第三咧就係醫療嘅服務咧虛有其表，口口聲聲就講24小時有住院嘅醫護緊急救援、慢病管理，實際上咧係得個護工助場醫生咧長期係缺席嘅長者咧突發呢個頭暈高血壓病痛根本係冇及時有醫療嘅支援。第四服務態度敷衍冷漠，職工咧流水極大，即係走嚟走去啦，培訓就唔足。對於長者嘅態度咧隨便除咗收費咧積極咧，日常嘅照料情緒嘅關心全部都係欠缺嘅。呢一類型嘅機構嘅運營嘅邏輯就比較冷血，只要你咧有人入住佔住個床位，就可以咧揾拿政府嘅補貼你住得舒唔舒服健唔健康佢哋完全都係唔關心。之前咧有多宗官方嘅通報案例咧，有敬老院嘅院長虛報入住嘅人數偽造咧運營嘅記錄，一次性套取幾十萬政府養老嘅專項資金仲截留咗長者生活嘅補貼，全部都係真實發生嘅行業亂象。好多咧港人咧有個錯覺老人院咧每個月咧先至幾千蚊嘅月租，利潤好低應該又好安分啦呢個咧係最大嘅誤判嚟嘅。內地咧正規嘅月租利潤係好薄嘅，根本咧就唔係話佢哋嘅目標所有黑心嘅連鎖嘅養老集團咧私營嘅院舍咧，真正盯上你嘅咧係你辛辛苦苦港人幾十年儲落嘅退休金積蓄。
嗱，呢一類型嘅投資騙局咧，已經係形成咗完整嘅產業鏈，防不勝防。套路一，院舍自帶金融保險業務。好多咧大型嘅連鎖養老嘅品牌咧，表面上係做養老嘅服務，背後咧直接配套保險、金融、理財公司一條龍綁定。入住咗之後咧，就會有專人咧定期關心你啦、慰問你啦，不斷咁樣洗腦去推銷養老嘅專屬嘅理財啦，推銷你保本高息、長者專屬嘅保單、養老嘅定投，就話咧閒錢擺喺銀行貶值。放喺佢哋嘅平台咧，就年化高啦、零風險啦、內部嘅員工優惠啦。好多老友記咧就覺得咧大型嘅連鎖大品牌院舍咧實體就擺喺度，肯定就穩陣啦。最後咧就輕輕鬆鬆被騙幾萬、幾十萬，甚至乎上百萬。套路二咧內地絕大部分嘅保險嘅機構咧都係有專門嘅長者收割團隊喎。重點咧合作嘅對象咧就係咧各大大細嘅老人院。點解咧專揀呢個老人院長者咧？因為退休人士咧有穩定嘅收入，有積蓄，生活比較單純，戒心低，容易被關心打動，係成個金融市場咧最容易落手最優質嘅狩獵對象嚇。團隊咧就會咧定期咧入院舍就搞啲講座啦。免費體檢啦，免費派呢個禮品福利啦，包裝成為咧政府惠民養老福利嘅項目，一步一步咧就引呢啲長者引導買高價嘅保險、投資理財嘅產品。有真實慘痛嘅新聞嘅案例啦。之前湖南多地係有大型嘅養老公寓係爆雷嘅，高達咧幾千上萬嘅長者係中招。涉案嘅金額咧都高達幾億20幾億好多咧老人家咧俾人哋遊說咗，係將所有嘅養老本係投入咗所謂嘅養老投資項目。最後咧機構咧就資金鏈斷裂啦，老細走佬啦，本金係全部凍過水嘅，不失嘅積蓄咧全部都化為烏有啦。以下咧仲有一個好陰嘅，更加陰險嘅，身邊嘅舍友啦鄰居咧全部都係托。呢個真係最高級最難防嘅，99%嘅港人咧最容易中招嘅隱藏騙局。好多老友記咧就覺得咧我唔信呢個職員，亦都唔信推銷員，我淨係信身邊嘅同房隔離住嘅老友記大家咧同住一間老人院，感同身受最真實，大錯特錯。你身邊咧最信任嘅鄰居同埋舍友咧，隨時都係職業嘅托呢啲人咧專門咧就入住咧各大嘅老人院啦，日常係同你傾偈交心扮同路人，每日咧就同你咧閒聊呢個退休生活啦，拉近呢個關係啦，對你無微不至啦，係嘛？等同你建立咗深厚嘅信任你完全係可以放低戒心之後咧，就會有意冇意咁樣去分享呢個賺錢嘅經驗，話我買咗呢個理財啦。每個月咧個利息係好高，呢個保險就超抵穩賺不蝕。我投入咗咧10幾萬，依家咧每個月咧被動嘅收入都好可觀喎。用自身嘅真實嘅案例咧，係幫呢個機構做背書不斷咁樣遊說你去投同埋買呢個產品。老人家咧就最容易咧係信身邊嘅人啦。好多人咧就會因為舍友嘅一句説話，糊裡糊塗咁樣就將幾十年嘅養老嘅本轉帳去做投資。你以為咧係同路人嘅分享，實際咧係精準咁樣設計、分工明確咁樣嘅騙局套路港人咧最容易中招嘅3個致命嘅弱點，同大家講講點解廣東老人院嘅理財嘅騙局最中意揀香港退休嘅長者。第一，港人普遍係有積蓄，有穩定嘅退休金，相比咧內地嘅普通嘅長者咧港人嚟講儲蓄更加多，資金更加充裕，係重點狩獵嘅對象。第二咧，港人個性格善良、禮貌，唔好意思拒絕人。香港咧受過咧教育嘅程度係高素質高面對咧人哋嘅熱心嘅關心噓寒問暖極難狠心咁樣拒絕，容易咧心軟咁樣被遊說嘅。第三咧，遠離家人啦，孤獨無依啦，渴望陪伴啦。好多咧老友記咧獨自係往返內地去養老，仔女唔喺身邊，
只要有人願意傾偈、關心自己，就容易放低戒心，輕信他人。所有核心嘅機構咧，職業託咧，完全係拿捏晒港人嘅呢種心理嘅弱點，先可以咧屢次得手。好，以下整理咗咧終極嘅避坑守則專為咧返廣東大灣區養老嘅香港老友記整理咗幾條咧必守嘅鐵律，收藏好。大家記住，第一，揀老人院咧，絕對唔單止睇外表，重點係實地對比，千祈唔好咧淨係睇咧廣告裝修一定咧要日頭夜晚分2次去探訪，睇下真實嘅伙食衛生護工嘅態度醫療嘅配套。咁多問幾個咧真實嘅住客嘅口碑啦，貨比三家，絕對唔好心急咁樣簽約。咁第二咧，永遠記住，老人院唔會俾你發財嘅。咁入住老人院咧，只係為咗食住安心，有人照料養老舒心。任何嘅院舍職員合作嘅機構咧，同你講投資理財高息分毫保本增值，通通都定為係騙局，即場拒絕唔好猶豫。咁第三咧，陌生熱情嘅舍友咧，過度咁樣交心係必有鬼嘅同呢個院友咧可以咧普通閒聊，日常嘅相處。但凡咧有人咧無啦啦無故咁樣去親近日日咁樣貼心嘅陪伴狂推理財嘅產品即刻會保持距離減少來往，100%係職業託。咁第四咧就大額嘅資金理財決定一定要揾仔女去商量退休養老咧係最緊要穩陣，任何咧涉及到幾千蚊以上嘅投資理財保險絕對唔好自己即場去決定翻，一定要揾翻家人仔女做參謀拖幾日時間咧就可以避過90%嘅衝動嘅騙局。咁第五咧，分清正規福利與營銷嘅套路啦。政府咧真實養老嘅補貼係惠民福利，絕對唔會咧要求長者繳費投資買產品。但凡咧要先俾錢先有福利嘅，全部都係營銷嘅騙局。最後咧，奉勸所有香港退休嘅老友記我哋咧辛苦大半世人咧賺翻嚟嘅養老錢係晚年唯一嘅保障，最大嘅底氣。內地嘅老人院有真心做服務嘅良心機構，但咧亦都充斥住咧騙補貼啦、騙積蓄啦、騙感情嘅黑心嘅套路嘅。記住一句核心裝修再靚咧都係假象穩陣先係養老根本。大家咧覺得呢條片有用咧，即刻點讚、收藏、轉發、分享俾身邊想要返大灣區養老、準備入老人院嘅香港朋友。下期咧繼續咧拆解更加之多港人內地退休防騙、養老避坑嘅真實攻略。下期再見，拜拜。